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15，以赛亞書52章10安尼讲：上主已经伫萬國的眼前顯出伊神聖的氣力。普天的人攏會看見咱的上帝的拯救。三甲來祈禱，伫萬國的眼前顯出神聖的氣力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倚靠甲盾牌，你是阮的石盤甲懸台。主啊，你用大能創造天地，用智慧鋪設穹蒼，就是海鷹也聽從你的命令，這個天攏要講起你的榮耀，連日頭也照着你的命定來運行。主啊，阮的一生攏在佇你的手。主啊，願萬國攏來敬拜你，願全地攏因你的名歡喜快樂。主啊，你的國是永遠的國，你的權柄到萬世代。主啊，我要稱頌你的名，因為你已經佇萬國的眼前顯出你神聖的氣力。普天的人攏會看見主上帝你的拯救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